这是我画的一幅中国画毛驴图。这个毛驴图呢，不知道你们老挝有没有啊？我们中国还是有的。特别我小时候牵着它种麦子、种庄稼一个老汉在后面拄着篓，我在前面牵着手，一直都往前走。而我对毛驴很有感情我画了40多年毛驴了。用中国画的写意去画谁掰？对不掰？谁掰也可以，你不掰也可以。学校都懂。汉语今天呢，在这里展示一下中国画它讲究用线书画同源它的书法用笔，它的勾线都是用写书法的线条来勾勒的那么第二点，这叫墨韵用墨要通透要明净要干净要有韵味那么再就讲书法我们中国画是讲诗书画印四者合一的，这也是1000年来中国文人画的笔墨精神，中国文人画的铁的规律不仅不能当代中国画怎么发展，但是这种基本的规律跑不掉，它依然是我们的敦行就是以诗为本，以书为骨，以哲学为境界那么它渗透了东方的哲学精神，比如说儒家的正子、道家的清子、佛家的空子，在我们的书画里面都要得到体现。能够体现这几个字，能够体现清闲淡雅逸，这些境界就是中国画的至上的神异之品。那么体现不出这种东方精神来，它就是下品我们欣赏中国画也是有它标准的。我今天呢，就我这幅画简单的介绍一下中国画的一些原理和规律。谢谢大家。